啊，即摆即个网络顶真侪人咧卖喙罨，就惊买到假货。药师是建议大家上好是莫买线装的，上好是买鸭仔装的，一盒一盒安尼来买。啊，注意鸭仔顶的批号、制作的日期甲合格标志，安尼就较袂去买到假货。带这么忙，怎么知道？总算会笑啊！阿嬷找真久才找到孙仔会使用的合格喙罨，一日买就是4盒，安尼买用就有。进前拢惊讲买到假。我上网我都不敢买。对啊，你上网你买到大陆的话怎么办？目睭真正8毫金，市面上喙罨是百款，有鸭仔装的，有一包一包伫卖，有迄个无鸭鸭也是分片装的。拆开一个看，这喙罨无论讲敢有印 MIT， 看起来拢同款。就算甲交开，内面同款有3元。喙罨敢真正我都为外观来分讲好还是歹？不是厚就好，有时候因为它品质不好，它的那个熔喷布织布的密度不好，所以它必须要用厚一点来阻挡这个细菌跟病毒。有时候过厚其实也不是一定好的。有些仿冒的东西，它里面依旧是熔喷不织布，过滤率它可能只有70%、80%，它可能是一个品质不良的，所以它还是一个假的啊。啊，到底要安怎分？药师讲买喙罨一定要买鸭仔装的，因为爱靠顶面6个资料来分辨。头一步先找到这医疗级 CNS 的标章，过来详细看讲，敢有清楚写这个制造商要地址，甲伊的许可证的字号，最后一定要看批号，还有制造的日期。那很多仿品，他们制造日期跟批号都是同一批，可以打电话去公司问说，上面的制造日期跟批号是不是符合的。药师建议讲，上好是去药局，也是卫福部核准的通路去买，可能有较费气，也毋过健康较要紧。